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聚会还有2分钟要开始。请铁三角还有同工尽量往前坐。那交谊厅可以赶快往主堂里面坐。那为了怕影响聚会的品质，请将手机关机或开飞行模式。那我们主堂是禁止饮食的，请预备心。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一切的恩赐皆是你所赐，平安爱喜乐永流如江河。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到永光大家庭。我们要在这圣殿里边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刚刚来的时候还有风雨吗？一片寂静是吗？感谢主哈！神总是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这样的一个凉风里面。虽然台风过境，但是神有没有保守我们？神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理当回来感谢神哈。这个时刻我们预备好了要来敬拜神了吗？阿们，阿们哦。好，把所有的不属神的意念统统挪开，在主的里面就只有神的爱在我里面。我是属神的，我是充满活力的，我是喜乐的。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哈利路亚！能够聚集在这里敬拜，多么多么的有福气！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跟你一起敬拜最有福气。跟你一起敬拜最有福气。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渴慕圣灵吗？我们渴慕圣灵，是不是？来，我们来邀请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面，将我们的双手举起。哈利路亚！当你的手举起的时候，表达你的渴慕有多么的深，表达你有多么的爱圣灵，渴慕他亲近你。哈利路亚！我们一同来邀请圣灵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热爱你；圣灵，我热爱你。3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让你安静在圣灵的相通里面。哈利
眼睛闭起来的祷告，让我们免于外界事物的打扰。哈利路亚！当我们闭起肉眼，我们属灵的眼睛就打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圣灵，谢谢圣灵，你运行，你充充足足将你的大能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病得医治，叫我们身心得复苏。谢谢圣灵，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用使徒信经，我们要来告白我们每一位在主基督里面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神的爱，他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当中。阿们，阿们。我们来赞美神，喊3次的哈利路亚，我们就预备要开始来敬拜哦。将我们的右手来举起哦，3次的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阿们。我们的神也是凡事都能成的神，阿们。那今天早晨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舞蹈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天台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
上帝在，我就不担心；有上帝在，我就不担心。哈利路亚！因为在神里面，我们都有永恒的盼望，有耶稣跟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最棒的福音跟恩典。哈利路亚！来敬拜。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让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让我们一起呼喊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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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让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把这样子的感谢，我们有盼望的这个感谢献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因着有耶稣，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盼望。阿门。因为有耶稣，他成为我们的好牧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不管是遇到高山，不管是遇到低谷，不管是好天气还是台风天，上帝的平安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耶稣，有上帝可以依靠。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敬拜，哈利路亚。是我的牧者唯一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引领，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
人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你的面前满身演习，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跟随着我，从今天直到永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我们请举手来宣告，在高山，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不被看低，我不被看低，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求神力很高我，求神力很高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我们的儿童牧区呢，他们到了司马县，在高山就在那里敬拜赞美神，阿们。我们呢要来为我们的儿童牧区来祷告，求神按着他们在孩子身上的成长发展的阶段，为他们预备道路，并且带他们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阿们吗？求神赐给他们智慧，求神赐给他们有各样属神的恩赐，并且分别于现在的社会的认同，让他们是认同耶稣的价值，阿们吗？这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而且天天祷告。从儿童幼稚园开始，我们就为他们守望。这是我们成为永光教会家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任务。所以这个时刻，牧师要邀请我们等一下呢，他们会来献诗。那我们现在先来为他们 RPG 的祷告，阿们吗？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找一个来，我们要来为儿童来带上祈求。我们会的同工来带领不会的同工，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儿童牧区宣告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一个人的祷告都是宝贵有价值的。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运行，撒拉拉，哈利路亚，哦啦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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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的爱充满，主啊，你要充满在这些的儿童是蒙福的，我们的祷告，儿童就要得更新，得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同心的为儿童牧区来祷告祝福，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我要赞美；在祷告完的举手，我们来敬拜神，赞美他。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不会满意，我不会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我们举起手，说主啊，谢谢你爱我，还有。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唱出信心来。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看到每一个人都举起我们的双手，在高山赞美他，哈利路亚。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歌声缭绕，哈利在路亚。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唱出你的信心来。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把一切赞美荣耀归给神。跟旁边的人说，请坐。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有非常棒的敬拜，你再一次告诉旁边的人说：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畏惧。
在这个星期1到3呢，我们儿童牧区有一群的亲子，我们到山上去。山上的挑战真的非常的大，有那么大的鹅停在我们的电脑上面，吓死我们了。然后也有天气又很热，很多蚊虫等等。但是当我们家长跟孩子在山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们发现孩子不再低头看着手机，而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玩，像是宝特瓶盖，他们就玩得几点钟。好，大家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大家的行为也都跟着改变，大家心态也都跟着改变了。许多孩子呢，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主动帮忙家事过，但这时候他们却很主动早起，然后说要帮忙切年糕，来做大家的早餐。还有我们大家也体验的帐篷，搭帐篷的体验，然后还有射箭的体验等等，都是非常棒的活动。那我们在山上哈，我们就像信心的勇士一样，跟在地上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这群去山上的孩子家长们，我们也把这样的信心勇士带到我们山下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邀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儿童牧区为我们带来这首大会舞。来。掌声再继续，呜！再次热烈掌声加尖叫！我们数一数上面有几个小朋友，最小的几岁？2岁的举手，2岁，有看到吗？tag一下我们2岁的小朋友，这举手，2岁的小朋友举手。他紧张了，大家都看他。3岁的举手，5岁的举手。哦，5岁，感谢主。还有我们的家长举手一下，因为家长长得跟小朋友太像了，我分不出年龄。家长们在这里哈。好，我们这里呢也有我们的青少年的辅导们，举手一下。感谢主，好，那我们预备了，把你们的口罩拿下来。在山上哈，一定有很棒的空气可以呼吸，所以呢，口罩呢，现在要当作在山上，好。我们一起来喊我们的宣言，1、2、3，山很大。我的信心更大，从很多，神的同在更多。再一次更大声一点，山很大，我的信心更大，从很多，神的同在更多。耶！好，牧师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汉森。汉森，你这一次在山上你是当什么？副队服。副队服啊，那你参加，然后当了这个副队服，你的感受是什么？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一队的小队员都表现得很厉害，所以我们才可以第1名。哦，总体拿到冠军了哈！你的小队员举手一下。哇，他们每一天都要比赛啊！好，来，你叫郑宇君是不是？你的爸爸是？郑义祥。郑义祥是谁？是那个哈利哥。哈利哥，哈利哥啦哈！他介绍他爸爸是哈利哥。那你在那里觉得什么是让你最害怕的事？
就是晚上，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虫虫跑进来。虫跑进来，有什么虫？可能就是什么苍蝇，或苍蝇啊，那苍蝇还要怕吗？因为很多啊。很多、哦。OK， 2岁的，好玩吗？好玩，他听得懂。OK， 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让这些好玩的小朋友要来为我们献上大会舞。我们再一次的跟我们的家长们挥挥手，家长们挥挥手。哇，很棒！带着小孩一起敬拜神，老师们挥挥手，辅导们挥挥手。哇，在这里面啊，我牧师有去山上看一下他们，然后呢，有很多的贝斯的朋友，我记得有一个家长叫刘恩文，刘恩文有在这里。恩文来，我们的贝斯的朋友，你的小孩是哪一位？你站在他旁边好不好？好，按你倒尾起来哦。
恩文的儿子哈，那他们今天也来到我们的教会，还有吗？还有新的朋友在这里吗 ？OK， 宜静的子女特地从基隆来，哇，宜静的子女哦，哈，哎，长得也有点像宜静哦，都是美丽哈。我们感谢主哦，我们还有这些的家长，上帝要大大祝福你们，再次给小朋友热烈掌声。你们好棒！明年还要不要上山？哇，明年我们一起上山哦。牧师想说带铁三角来露营。好，从中间呢用跑的来，允拓，你第一个跑出去，1、2、3，开始跑。好，掌声！哎，全部。好，小心，小心哦！上帝祝福。好可爱，在教会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恩宠哈。也感谢这些的老师辅导跟家长们。现在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旧约箴言第16章第2节跟第6节，请。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请潘牧师。在这个时刻呢，我们要邀请到一位非常棒的同工，他要来这边要来见证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从1年多，然后到现在透过培育学校，他的生命有极大的转化，好吗？我们邀请我们的林真义弟兄，他是新爱小组的组员哈，非常的感谢主。后来呢，他来到教会，然后呢参加培育之后。他的太太后来也来受洗信主了，我就很好奇问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一位中医师，他的太太说，因为我看到我的老公来教会之后脾气就改变了，所以他说我跟他结婚，然后呢他都不太会改变，可是呢他一来教会信了耶稣他就改变，这个神一定很稀奇，所以我先来受洗再说。感谢主，我们来听正义的分享见证。谢谢牧师，亲爱的牧师，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培育学校第18届的毕业生，新爱小组的林真义。感谢主耶稣引领我踏上追寻他的旅程，也谢谢神差派这么多优秀的属灵前辈们，他们在培育学校的过程中不求回报的服侍我们，全心的教学，只为了让我们可以走在真道上，然后能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还没信主前的我，就是凡事靠自己，然后跟随世界的价值观，然后做事情的时候只在意效率、成果，对人冷漠，然后没什么同理心。对。我当时以为自己只要越辛勤的工作，就可以更成功，结果不但没有，心里反而越发的空虚。去年在一个忙碌的午后，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那时候就在想，难道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而已吗？我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很匮乏，可是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心里面孤单，然后觉得难过呢？而奇怪的是，应该说很奇妙的是，就在我冒出这个疑问之后不久呢，我的大学同学谢家润，他就突然传生命更新营的报名通知给我，他就说：“这很适合你耶，就是你要不要去看看？”而且我也没跟他讲过。然后更神奇的是，那天刚好是1月8号，就是我的生日，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看看，反正我只要想办法在这个课程里面找到我要的答案就好了。
那剩下的万一苗头不对，我总是可以跑吧。对，那没想到就是一加入之后就一试成主顾，然后对我深深的就被这个培育课程所吸引了，而且一眨眼1年半就过去了，然后莫名其妙我就站在这边。不过呢，神奇的是，就是原先困扰我的那些疑问，还有我心里面的那些伤心，都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一一的被解答了。然后我的生命也好转了。而且最棒的是，就是我非常的确信，就是我遇见了神。对，主呢，他透过培育学校的3个阶段，引领了我。在成长班的时候，就是又真又活的圣灵。他非常活泼的向我自我介绍。我记得就是在课上刚学到圣灵的概念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就是偷偷摸摸的在晚上的那个厨房，因为我的老婆那时候在房间，对，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躲到厨房。我想说，就是圣灵，我半信半疑的，然后我就小小声的问说。圣灵你在吗？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外面看起来一定超滑稽的，可是很神奇的就是圣灵就在那时候回应了我，然后那份悸动就是我从那时候就是一直记到现在，对。然后在门徒班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就是如何跟神更亲近，然后体会到让主掌权之后，就是我的生命是可以就是这么的轻松，然后安稳。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就是出门的时候，然后我就祷告，然后祷告之后，我那一整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心里的那个平安，还有就是确定感，就是那个是不会骗人的。对。那在领袖班的时候，我更清楚了自己的使命，我开始学习怎么跟神同行，还有同工。感谢神。现在上完培育学校的我，日常生活中有了神的陪伴，心里面不再孤单了。我知道他是最了解我的神，每当我祷告的时候，他会给我惊喜，然后当我走偏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明示暗示的，就是想办法把我拉回去正确的路。当我在生命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是他总是会鼓励我，并且教导我什么才是得胜的撇步。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神。而且呢，我还发现，就是原来就是看了那么多的书，圣经才是就是最货真价实我们人为人处事的百科全书。对，那这些东西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可是呢，这却是神就是真真实实送给我的礼物。重点是这份大礼它是没有限定的，其实不只是我，就是每个愿意的人都是可以取得的。神安排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奇迹，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独一无二的创造物。对，所以家人们，你们好奇，就是神安排在你们生命中给你们的奇迹是什么吗？如果好奇的话，就是来报名生命更新。我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推荐，这是我亲身就是得到的领悟。我就像我今天在这边分享一样，是我也非常期待，就是你们经历了神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故事，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分享。对，谢谢大家。感谢主，让曾毅能够站在这里。他1年多、1年半以前刚来教会，我想说，这个人如果可以来1个月，算是很不错了。因为我看他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对，但是我却看见他的心是一颗单纯的心，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他过去即便他的生活无忧无虑，一切都很顺遂，
但是心里的空虚总是没有办法满足，而他单纯的心到神面前，神就用各种的方式来让他经历神的同在。确实，当我们要寻求圣灵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渴慕他，那圣灵不知道哪一个门可以进来。但是当我们渴慕他，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他就进来，他一定会让我们去经历他的同在。这是我们所有的课程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到最后，他们可以透过领受意象，画图画，对不对？把那意象里面的这一些的那个景象都可以画起来，这个画起来就成为一个很有记忆的，并且是很有见证的。他们在生命当中，在每一天里面去经历到这位神，所以这是神量给我们永光教会属灵属地的产业。所以牧师巴望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不管你信主多久，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行能够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惜。把你手中周报里面的这个报名表好好的把握，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一起走在这徜徉在神的圣灵的水流里面。阿们。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永光教会的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同感这样的一个经历，也都能够站在这里成为见证，来荣耀主的名。好，我们齐举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充满了喜乐。从山上下来的这群孩子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热情让他们知道山虽然大，拦阻虽然大，但是我们的上帝都比他们大，对不对？哇，太棒了哈！所以感谢主。那今天早上牧师很快的用一些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箴言16章第2节跟第5节的这个部分，牧师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当计划赶不上变化。你有这样的感受过吗？你的本来计划，然后怎么一个变化让你都打翻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举手一下哈？哇，好放下，好像每个人都有哇，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在这份信仰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思考这一些？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题目活生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在整个大环境里面，我们都非常的深信，这个时代的变化的速度是超过先前的所有的一切，对不对？过去很早以前，我们说一代一代大概是几年？25年到30年，对不对？一代一代嘛。那现在在5年前，我还认为是大概是5年哦。但是你觉得现在是几年一代？有的人说2年至3年就一代了因为整个思想的变化很快对年轻人他们说吸收的现在的速度超乎我们过去的种种。那在这样一个多变化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来看现在的科技跟的工具，以及跟整个工作形态跟消费习惯，大大的挑战，打破了过去过去我们好像10几年前，我们开始看到智慧型的手机，就会非常的讶异，对不对？哇，什么智慧型的手机？可以上网去无远弗届的，你想要看什么都有全世界的新闻消息啦，你都可以看到哇，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那现在呢，已经来到 AI 的世界了，哇，那个挑战更大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的最新的这个冷气，过去我们的冷气以前是线控的，对不对？要有线，现在呢，这个无线的，对不对？
你说这个厉害吗？我说现在不厉害了，更厉害的是什么？我的手机啊，即便我在美国也可以控制我们的冷气机，你知道吗？那有没有超厉害？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音乐就可以提早打开。我们还没到家哦，我也没有不必去控制它，我已经设定好了。只要我们全家没有人在，音乐就自动关掉；只要我们全家有一个人回到家，音乐就自动打开。这很特别，对不对？灯光也是哦，我设定6点，我的小夜灯就可以打开；11点就自动关掉。但我不在家，它不会打开，也不会关掉。关掉不会打开，它就坏掉了，对不对？讲得太快了哈，很特别哦。那你看哦，你现在如果你早上去到咖啡厅，怎么这个年轻人游手好闲的都不去上班，看他的手机啊，他的电脑，你以为他不上班吗？不，他正在工作，也许他在跟澳洲的客户在讲话，在对话，你都不晓得。他们的现在的工作，年轻的工作方式是这样，他可以在海边欣赏风景，然后呢喝杯咖啡，然后依然可以在那里工作。你有享受这样工作的方式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有没有？有啦，对啦，对不对？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大概很多都是这样子。他们可以选择在任何的地方可以工作，只要他手上有一台笔记型电脑跟手机，他就是可以成为工作。它是一个移动的办公室哦，这在我们现在的科技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哈。那你没有叫过 Foodpanda 或者 Uber Eats 的举手一下。OK， 好，放下。你还没有使用过这个叫那个餐点的哈？对，我告诉你啊，也许5年以后，如果你不用的话，可能你没有食物可以吃啊。所有的食物都是要透过这个网络平台叫，可能包括将来未来的全年，它也没有店面，也都可能。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也许你也想这个都是年轻人在搞的，我们这把年纪的还要学吗？要不要学？还是需要学呢，还是需要学，因为我们看见 AI 不但改变大企业的整个的运作它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都是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的能力的，那很特别哦。所以 AI 会成为我们个人最得力的一个助手，它可以说它是全能的员工哦。哇，这是我们看见现在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哈。所以 AI 最大的危机不是取代你的工作，这是有人说的哈。他说 AI 是最大的危机，是它比你还认识你自己。怎么说呢？你以为你在滑手机就没事吗？几年前，亚伦传道就发现说，奇怪，我们讲的话我们在说什么产品什么的时候，手机就会呈现出来呢。几年前那现在呢更容易了，对不对？你只要有滑手机看什么，都会有记录，而 AI 就是透过大数据提供给你，你喜欢什么，你兴趣什么，你买过什么，它都有记录。所以呢，它不断的会提供给你。那这不断的提供给你，有一个很关键的，它已经预设你下一次的动作要做什么。哇，它比你还认识你自己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好像有一个把决定权交给了 AI 哦？是不是这样？我们决策已经外包给 AI 了。哇，这是我们看见
现在的生活的模式哈。所以渐渐的，我们一直在依靠这个科技 AI 的话，好像那个选择的能力，就渐渐的就都依靠给他了，给他。而相对的，在我们的属灵的层次方面，我们这对属灵的直觉也会渐渐的失落掉啊。这倒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在信仰上，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正面的来看，我们不管你年龄几年了，年岁多少，你总是要保持这种终身学习、有弹性调整的这种态度。你不断的要有这样的要把变化当作是一个常态来看了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们的大脑才可以跟着这个时代在跑。好，不要停留下来，不要停留，不要让他自己太舒适，在舒适圈里面而不动你的大脑，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实上的真理，就是 AI 是聪明的小弟，不是全知的上帝。即便将来的 AI 的进步多厉害，你都要把它当作你的小弟使用它，不要把它当作上帝来看待它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小弟当作上帝，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的你跟隔壁说 AI 是小弟，不是上帝。来，对，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非常清楚的认识，在这个时代里面你现在有在运用 AI 的有没有？来举手一下。哇，你看，对 ，Google 里面就是 AI 啦。对啊，它第一个呈现出来就是 Google， 你打进去，你想说永和最好吃的豆浆是什么？你打进去 ，AI 先跑出来，都是 AI 先跑出来。对，现在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我们大概90%以上都有在运用那这一些，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你的手机当作上帝。现在年轻人手上不能没有手机，对不对？但是你心里更需要不能没有上帝。阿们。哇，这是给我们最棒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来思考，当我们面对着真实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要先认清自己，并且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接受被修剪。这是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箴言16章第2节说，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对，我们自己所行的，我们会觉得是干净的，这是正确的，是公义的但你看这个清洁也可以译为是正直的，不掺杂物的对，我们以为我们所策划的一切都是公义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应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管是义人或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以为啦，你知道吗？包括恶人，他也觉得说我做的事情都是公义的。我成为这个社会里面，我是秉持着公义的人。我为了谁好，不说，但是我是公义的。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义人恶人，都有同样的这个态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计划把它绝对化，说我一定要这样子。既然我策划的，我想通了，我以我的知识、我的智慧、我的过去的经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然后我们也会运用很多的东西AI 来确定说，这一切都是我认为是最好的，认为就是我比上帝的计划还好就是了。但是这一些我们看见，如果你会一个自己反省的，
人，你就会知道，以我们的能力、经验、我们的视野，其实我们都是有限的，对不对？好，当你 AI 打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比你还聪明。好，因为它是运用所有的这些的资源来整合给你答案，也按着你兴趣的、想要的提供给你。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我们也更来了解，其实我们所策动的一切，在时间、环境跟人都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个改变。确实，我们刚才90%以上的弟兄姐妹都说，对，我真的有经历过这样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实。然而，当我们能够更安静下来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真的是有限的，真的是有限的。好，我们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调整，接受神的修剪。到底我们所想的、所策划的这一切，是自以为意呢？是有掺杂着自己的骄傲呢？或者甚至说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着眼点呢？还是我们是谦卑的，是在神的面前，以尊荣神成为我们整个的计划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唯有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来思考的时候，不管大小事，我们总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给我们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清自己，我们是有限的话，你就跟隔壁说好不好？我很有限，请多多包涵。来，我很有限，请多多包涵。对，不是眼睛长在哪里？头顶上哈，然后鼻子呢是上翘的哈，对，不，我是很有限的，请多多包涵。我有我的不足，那我靠上帝可以跟你做最好的朋友。阿们。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提醒的哈。那我们看大卫当登基做王的时候，哇，他成为一个国王圣经记载他也许是睡午觉吧，睡得太晚了哈，就不小心又看到美女谁在洗澡拔示巴哈，对，拔示巴在洗澡。那心里就想歪了哈，但是他有权柄，可以叫他来到他的宫殿，他就做了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然而，当他做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一连串的计谋他要做危机处理，有没有？最后他用借刀杀人的方式，把本来他忠心耿耿的勇士，把他招回来。乌利亚，对，招回来，然后呢，叫他回去休息，对，回去睡觉，回去休息。你太辛苦了，你看王对你这么好，叫你回去休息1个月吧。但是乌利亚怎么样？哇，他忠心耿耿还是在军营忙东忙西的不回家那这谁就急了？大卫王急呀，对不对？我叫你回去同王，那如果你太太生孩子就是你的，不是我的。哇，真的是然后最后不得已，他写了一封信给在前线的约押将军，说你派乌利亚到最前线去，然后到最前去，因为他很厉害的，所以你们全部都撤退，让他一个人去对付1万个人以上，有没有？你想说哇，乌利亚很厉害，所以你看我会演示英雄，有没有？最后就是怎么样得逞了？乌利亚死在沙场上，他以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把拔示巴娶回家，没有人知道。但是谁知道？人在看，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神就差派了先知拿单去，用一个比喻告诉他，一个穷人就是喜欢隔壁的那个一个穷人唯有一只
母鸡啊，但是那个妇人她家里可能有几万只的母鸡哈，但是她就是喜欢隔壁这一只哈，奇怪哈，嘿，然后就把它抓过来哈，大卫王说这个人该死，有没有？先知就说这个人就是你，哇，真的当头棒。但很特别的，我们看见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知道这是神所知道的，他就怎么样？痛心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写了诗篇第52篇，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步步轻看。诗篇52篇第10节、17节。对，我们看整个诗篇52篇是整个大卫犯错以后，他悔改在神的面前。哇，我们看见神因此就饶恕了大卫，兼顾了他的王位，但是神同时就做修剪的工作。这修剪的工作，哇，真的让大卫非常的痛，对不对？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就夭折了，而他最爱的儿子就是押沙龙背叛他，有没有？最后押沙龙也死在他自己最漂亮、最引以为傲的头发哈，因为就被树枝所牵住哈那约押就不听王的，就派人自己把他杀了，也派人把他杀掉哈大卫就非常的心痛，这是他最喜爱的，他期待押沙龙能够接续他的王位的。我们看神也有做修剪的工作在大卫的身上，但是我们看神为何称他为合他心意的，关键就是在这里咯。他被神指责的时候，被神修剪的时候，他是谦卑自己的，没有怨言，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他只是顺服，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都需要被修剪，需不需要？需要。如果我们要成为有结果实累累很好的香甜的果实的，我们都必须要被修剪果农最知道这一句话，对不对？好，你跟隔壁说，我们都需要被修剪。来，对，我们把那生命当中残累我们的，都应该修剪掉把不好的脾气改一下，对不对？让我们能够更学习耶稣谦卑的心，更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祝福，就在这其中。第二个，我们也看见恩典来顺服引导那第9节，我们也再一次来读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个指引就是使他坚固或者使他稳妥的意思这一句话跟我们常说的俗语说人算不如天算是差不多同样意思，对不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那从这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了解在神的眼光是怎么看我们有人说有3种不同的眼光在看人他说牧师看人看为最好的，律师看人是看为最坏的，那医师看人呢恰如其分怎么说？对，用神牧师是用上帝的创造都看为好的眼光来看我们弟兄姐妹，也看我自己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是神的宝贝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一样，都是神所宝贝的。我们有不足，但是神要我们看的不是那黑点，看要整个的白板才是重点。哇，这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律师呢？律师一定是找人的什么错误嘛，对不对？律师如果找你的好处，那律师就败诉了，不是吗？一定要找你的坏嘛你的坏在哪里？律师就是要用法律把你怎么样定你的罪，那才是赢啊！输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咯。但是医生在看我们呢，
如果你健康检查，你就会发现，哇，你的黑色的就好啊。如果出现红字的呢，医生就会告诉你哦，你这个要早一点睡觉哦，年轻人早一点睡觉哈，要多喝水哦哈，然后呢，你可要补充什么？他医生要讲的，我们大概都知道哈，对不对？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哈。那神就像医生一样，而且比医生还厉害，不是吗？他是合乎中道，他是中间分明的哦。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所遁形啊。那我们面对这位神，我们当然是坦荡荡的，我们不能隐藏什么，我们只能跟主说：主啊，愿你怜悯你的孩子，让我在你面前能够得你的祝福喜悦。这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来的。所以当我们愿意等候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其实都在神的手中。若我们确信我们面对的人生的种种难题高山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就可以安稳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并且他一定会引领我们的道路。这是你我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愿意放下你原本以为最好的计划，才能够顺服神，走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道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道路，我们就知道这一条路就是恩典之路了。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明白，顺服神的人会看见恩典。阿们。跟隔壁说这句话来，顺服神的人会看见恩典。是的，是的。那很特别的，牧师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人心。这2节里面都有谈到人心，对不对？那在我们的这个华语的世界，或者是说西方的文化里面，心所指的是情绪啦，是我们的感性啦，这跟我们的所谓的理性是彼此分开的所以我们常会说，男人比较怎么样？理性还是感性？比较理性女人呢？感性。一般来讲是这样那我们会把理性跟感性分开，所以谈到心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是比较有感情的，比较有感性的人如果说理性会想到哪里？想到头，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头跟心是分开的来讲。但是古希伯来人的话不是这样想他们认为人心的定义是什么？是你的大脑、你的心理、你的决定、你的良知的一个总结合。所以他们是把头跟心是连结一起想的。他们的心是谈到的是你的那种的决定，你的分析然后你包括你的灵性的部分、良知的部分，都是谈的就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心。所以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箴言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第4章23节。对，这里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生？心。对，但是我们很多人说应该是头吧？不，这是西方文化跟希伯来文化不同的地方。那既然我们从圣经来学习，就让我们明白，对，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是自己掌握，还是愿意交给神呢？说到心交给神，是把你的理性、把你的感性、把你的决定、把你的灵性的部分都应该交托出来，让主居首位。这是成为我们基督徒所需要的。你在你心里的位置，是你自己做主，还是神做主？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关键的，是否能够经历到神的带领跟神的祝福一个关键的决定。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主居首位，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会指引，会坚固我们的脚步。阿们。这是我们看见的哈，所以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一起来宣告，来，让主居首位，脚步就稳固。来，预备，来，让主居首，脚步就稳固。对，我们让主居首位，让主引领我们，我们的脚步他就来稳固我们哈。最后牧师说一个保罗他亲身的经历。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结束以后，他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有很精心的计划哦。他把整个要走的路线他都想好了，但是呢很特别，他来到特罗亚的时候啊，他本来还要北上往亚细亚上去，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哦。但是这一个旅程，他觉得这是已经很棒了，已经打破了、跳脱了，已经把第一次的旅程都更进一步的扩张起来。他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到特罗亚的时候，神说不，我有更棒的计划要赋予你执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说圣灵既然禁止，以及耶稣的灵不许，因此就整个把保罗的计划推翻掉了。但是这个推翻让保罗经历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改变，就是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以至于他必须要过海到往欧洲的地方，那是南欧的地方。马其顿过去第一站，他就是去到腓立比啊，到哥林多一带，有没有？他就把福音传到欧洲，最后传到哪里？罗马。神就透过这样子，让他经历到原来神托付给他的，不只是在亚洲可以领受到福音，他应该把福音传到欧洲，到当时候所谓的地级，就是罗马。有没有达到？有，他最后有达到，非常的特别。这是保罗他亲身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筹算我们这样舒不舒服的一个计划，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但是在神衡量的计划里面，他是看见的是生命的价值跟永恒的呼召在哪里，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总从神的思想、神的方向来思考，你再问自己，这对生命的价值的意义如何？这在永恒的呼召里面，是不是在回应神的呼召？没有。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服事，当你选择了顺服，你就已经走在神那生命的价值跟永恒的呼召里面。我相信你就是跟神同工，是神手中所用的器皿，并且透过你可以叫许许多多的人得福，而这福也要临到你的家，临到你自己。所以一切的变化，如果我们确定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定可以经历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的果实。阿们。这就是牧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些的内容。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确信，当我们顺服圣灵，人生就蒙福。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学真义，对不对？学真义，对不对？去厨房没有人看到，圣灵啊，你真的吗？你问圣灵，你会跟真义一样去领受到圣灵会用细微的声音跟你说，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我早就与你同在了。当你开口问他求他的时候，你会经历我们这份信仰真是又真又活的，是可以祝福影响你跟你家人的一切的。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
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句。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16第9节，再一次来，人心筹划自己的，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对，如果你的脚步要稳固的话，你就寻求耶和华，寻求圣灵的感动跟引领，那就是正解了。阿们，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盼望那件事在，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领教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绽放生命光彩。只要赞美，赞美。相信道路就不起来，以信心宣告未来，赞美神就同在，以盼望那件时代，赞美神就同在，把眼光收拾起来，领教耶稣的爱，以赞美充满胸怀，生命光彩。只要赞美，再赞美，天堂就为我开。只要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哦，赞美，赞美，再赞美，天堂有门就打开。哦，相信，相信，再相信，道路就铺起来。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因为我们桥段一般唱2次，今天我就要变1次就好。他们有吓一跳哈，没关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敬拜你，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因为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启发我们，你也启迪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光辉，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圣洁，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经历圣灵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叫我们能够走在恩典之路上，这是你量给我们的境界，所以我们谢谢你，你也应许我们，凡祈求的你就为我们开门，叩门的就为我们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
让我们更明白，主啊，我们天天要回到你的跟前来。我们把计划陈列在你面前，说主啊，若合你的心意的，愿你成全；不合你心意的，求你修剪，也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好让天天我们都享受你无比的恩典跟祝福。感谢你把我们的身体的软弱交你手中，你必赐下健康给我们，把我们心里头的难处也交托出来，你必为我们打开这个绳索，让我们能够经历主啊，你的大能都在引导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不足缺乏，父神啊，你知道你是丰盛的，你必填满我们，让我们去经历你的丰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处施恩座前，开始。谦卑领受生命握拳，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日到处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熊姐请起立。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兄姐请坐。事工分享，请潘牧师。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也让我们回去之后呢，常常的不断的在重复的来思考，因为神的话语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被洁净，并且产生一个新的力量进来。阿们。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永光教会我们的消息。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好亲子儿童们他们到了司马县区的影片，我们一同来观赏。哇，他们一去就在溪边抓鱼虾，还有烤来吃哦，自己搭帐篷。你到了山上就不想下山了。
哇，萤火晚会。阿门。感谢主。也为制作这影片的同工们哈，我们也为他们掌声。要很精细，然后用很多时间慢慢的去剪接哈，这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同工有这么多的人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导读经文，我们来看今天的，来，请你们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章25节，再一次来，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章25节，刚刚曾毅说生命最大的一个生命百科全书就在圣经里面，所以你看这些的教导，让我们父母亲都很放心，因为神自己教导哈，感谢主。好，再来。好，这就是他们在山上，我们的儿童牧区他们在山上的整个营会的情况哈，非常的美好。上帝也祝福他们，我们也期待明年可以再一次来参加哈。哇，真的是充满了神的爱在这其中。好，再来。好，从明天开始呢，连续有4天的时间。台北灵粮堂还有复兴堂新店行道会联合共同主办了这一次的 We Are One 特会哈，在和平篮球馆。那这次呢，大概他们预计有7-8千人的年轻人参加，在和平篮球馆。那在高雄呢，也已经有举办过哈，所以有分南部场跟北部场。那我们的永光呢，有报名36位的年轻人。那在这么大的特会里边呢，我们永光舞团呢也受邀请要到现场有我们的舞团的服饰好几场，敬拜团也好几场的服饰。然后呢，我们都有去过和平篮球馆，对不对？在马街150，几年前呢？3年前、4年前啊，4年前这么快哦哈！4年前哈，那我们也担任过接待团队、招待的团队，大概招待团队。如果5000人的话，你大概要将近200个接待同工哈，所以呢，要有许多的接待同工。那我们的青少年也受邀在那里担任接待，所以这些的服事呢，都需要我们为他们守望祷告，也让青少年他们在那里的参与，他们聆听的都是神要对青少年所说的话，并且这些的话语呢，都要帮助他们接下来生命的成长跟发展。这就是神命定要赐福给他们，所以青少年你们报名的都要确实的参加，不要失落每一个机会，这是神量给你的。阿们吗？青少年，这么小声 ？OK， 好，接下来下个礼拜是南崁教会，桃园南崁教会的蔡信生主任牧师呢，要来到我们永光教会讲道。南崁教会呢，现在正在进行他们的礼拜堂的建堂，所以要花好几亿。那我们同是主内的肢体，我们都会彼此的来支持，为他们奉献。所以呢，他们特地从桃园来到我们的永光，那他们也会有义卖哈。那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出席，我们来礼拜的时候，记得这件事情。那也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也预备我们的为他们建堂的奉献的金钱哈，我们大家也预备好，我们要建神的圣殿，这个是我们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来支持哈。好，接下来那等一下呢，有启发幸福分享会以及长执会，请同工参加。受洗跟转籍呢，已经开始来报名，是8月2号。好，所以呢，我们的小组组员里面呢，还没有受洗的，或是需要转籍的。确定定根在永光教会，一起迈向神国度的福音，所以呢，我们都铁三角来注意一下我们的小组员的情况。这是信仰培育奖励金，青少年跟儿童来留意这个资料内容。好，接着。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有办主日礼拜的服事人员的训练，施献同工招待以及作为引导同工呢，我们都要来参加。那参加的人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自行用餐，1点在这里集合。那我们的礼拜部有特别邀请了
我们现在刚毕业的这些新的从领袖班毕业的这些的学员呢，你如果有接受邀请的，那你也请你来参加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生命更新营，就是刚刚我们真一所生命见证的我们这是8月底，今年的更新营的时间有加快哈，速度有加快，所以呢，我们赶快来报名。谁可以报名？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好，在我们的属灵的领受上面呢，我们不只是爬山而已，我们还要攻顶，我们还要攻顶哈。在山顶上面，你所看到的视野完全不一样。所以，生命更新营，我们的培育学校，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攻顶，哈，让你看到神更美丽对你的价值的创造。还有在营会里边，在培育学校，你可以领受异象，你可以遇见圣灵，这都帮助你的生命的更新跟复兴哈。好，所以欢迎每一个人来参加。好，接着我们8月11号开始，我们的晨祷要恢复了，是在每个礼拜2、3、4的早晨，所以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把这个祷告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来蒙神祝福。好，再来礼拜1到礼拜4 VR1 的特会期间呢，苗栗德胜教会他们有16位的青年要来报名来参加，可是他们住苗栗，所以呢，他们来这边参加，到和平篮球馆参加，他们还要另外在住饭店，那这样经费对他们来讲负担太高，所以呢，我们的教会呢，他们就要借住在我们的教会4楼副堂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过去呢，我们的教会设计的时候就特别有在厕所呢也设计了可以洗澡的 shower。当初呢，我们的修黄长老在设计的时候，牧师也跟他谈过，我们既然在北部，因为呢太多教会的福音活动、研习会、特会都在北部，所以呢，南部、中部的人他们会北上来参加。那给他们负担最大的，除了交通费之外，还有就是住宿费用。如果我们永光能够想到这一点，都能够提供这样的场所，然后让他们在这边方便，并且呢不要负担那么大的费用，我们很愿意来服侍其他的教会。你们认同教会这样的一个爱的行动吗？阿们哈，是，所以呢，有16位他们要借住在我们的副堂的地方，他们自己带睡袋哈，所以我们也要常常这样爱人哈。好，接下来，那我们的央亲呢，他们的花艺手作呢，在本周6下午1点半哦哈，1点半是，所以呢，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贝斯来参加一个非常美的花艺手作哈。好，接着，我们恭喜我们央亲牧区的佩宇哈，他考上澳洲坎培拉大学的护理系。那他在7月20号要前往澳洲来读书，有3年的时间在那里哈。所以我们恭喜佩宇有在这儿吗？好，他第1场哈，好，那我们也持续来守望他，感谢主。好，接下来是玉喜牧区呢，他要到南洋的动植物王国去带领整个团队还有牧区，所以呢，我们的玉喜牧区的同工呢，我们邀请贝斯的来参加哈，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好，接着是豆豆牧区，他们要到绿意山庄在那里哈，所以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贝斯。那自己牧区的呢，报名自己牧区的为第一哈。那如果你要跨牧区的，你必须要邀请新朋友才能够参与哈。所以我们在补助上面以一个牧区为主，所以呢，我们了解一下教会的一个规范。好，再来。永光教会设立协会，我们都知道。那这个协会呢，我们现在呢有跟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呢有合作，我们要开办社区据点，就是为长者。所以呢，我们从7月20号开始，时间是这样，可以邀请我们满65岁以上的长者来参加。那这个长者呢，可能在行动上面呢，他可以运动可以行动上面是比较方便的哈。好，所以呢，我们留意，那我们有开2班，一班呢是20个人为限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报名来
留意这个消息。好，接着。好，那我们的吴文章弟兄蒙主恩召。好，吴文章弟兄是我们的恩慈还有心爱的爸爸。恩慈跟心爱有在这里吗？恩慈好，心爱哈是心爱的爸爸哈。好，吴文章弟兄，我们比较不认识他。那他呢在2个月前他已经受洗归在主的名下。那他在这1-2个月的时间的身体的急剧的变化哈，但是他却蒙了神极大的一个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安慰。因此呢，他的家族呢几乎都没有信主，所以在这个吴弟兄的身上呢，算是他在家族里边他是首先来信主的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更关心在他的告别礼拜，就如同是布道会一样，所以时间是在接下来的礼拜2的上午9点，在二滨，所以呢我们也要来带上卫诗，线上卫诗，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时间上可以，工作上可以调整的，我们一起来参加吴文章弟兄的告别礼拜，也为他们的家族能够带来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看到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合一的团体哈。好，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见证会，那期待弟兄姐妹都能够拨你的时间来参加。如果要参加诗班的，是在当天的上午8点半，在二滨，在现场里边呢我们会练习哈。好，接着那持续为这一些弟兄姐妹健康所需来代祷，有利安、美惠还有玉珍信如。那刚刚牧师也接到，也为我们的信志长老祷告，也为信志长老祷告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好，这一位是我们的嘉瑜所介绍来的伟林。伟林在这儿吗？嘉瑜的朋友，来，请站起来。哇，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伟林，感谢主哈，是嘉瑜的好朋友。好，期待每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伟林，阿们吗？阿们，感谢主，上帝大大祝福你，健康家庭美满。好，请坐。好，再来我们介绍这一位荣静，是不是？好，丽丽所介绍的，来在哪里呢？好哇，我们非常欢迎廖姐妹哈，廖姐妹，哇，是丽丽的朋友吗？好，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看到你，期待每一个礼拜你都领受到这个恩惠，上帝要给你的健康跟幸福哈。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这2位新朋友。那荣金还有我们的刚刚这位伟林，请带着你们的包包，我们的迎宾同工呢要把礼物来赠送给你们哈。好，请我们迎宾同工来带领。好，弟兄姐妹，看到你旁边的人，你跟他说，跟你一起敬拜很得力。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你有好心情吗？阿们。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来，把我们的手有一个大大的爱，你的爱要让人看见。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来，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感谢主，我们在上个礼拜牧师有提醒我们都要在时间之前提早到。我们现在有进步了哈，对，我们跟神约会，我们呢巴不得赶快见到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提早来到这里，预备好我们的心。这个时刻呢，我们依然站立，我们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扶持，
他的大能跟护庇，也保守我们走在他喜悦的道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我们的长职还有我们的小组长到4楼集合，准备我们下午的分享会。